请问这位老丈？哎，哦，后生，赶紧回去吧，今天不能进城。城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城里要杀人呢。杀什么人啊？听说是包丞相的侄子，还有家人，还有徐护卫。那这么说来，今天城门口不许任何人进入了？那也不是，一般人呢都能进去，唯独20岁的后生和青年不给方便，是见一个抓一个，见2个抓1双啊！小伙子，青年英俊呐，抓的就是你这样的人，别自讨苦吃了啊！多谢老丈，赶紧回去吧。好，过来。哎，走，带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快跟上，快，走，站住，走，站住，站住。求快快走！没有断头酒啊！啊，没断头酒，谁死啊？徐三爷，我要喝酒再死！这我冤枉他，老四，我饶不了你！不是冤枉的，给你喝酒了吗？啊？什么酒？把他们都带走！三公子，先把妆换一下吧，老爷在里面等着呢。走。这次多亏了岳公子和雅兰姑娘，否则真怕来不及呀。世荣拜见妖叔妖婶儿。蓉儿，婶儿，蓉儿，你受苦了啊！不碍事。哦，雅兰姑娘，还要麻烦你将她换回女装，也好让夫人带她进宫。放心吧，雅兰知道。老少爷们，给徐爷喊个好啊！有没有酒啊？让一下，快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快蹲下！太爷，什么事？包拯的夫人进宫去了。快去禀报娘娘。是。启禀太后，包夫人宫外求见。快有请。
文大人，甄大人，请，孙大人，请。孩儿见过母后。我儿快请起。想当年，我寒窑落难，要不是你和包拯一力搭救，恐怕哀家也想不到今天的殊荣了。我每次想起你这个干女儿，我心中就升起缕缕的温情。以后不必虚礼了。谢母后。见过陈公公。夫人不必多礼。小民见过太后。儿啊，这个丫头是？母后，她不是丫头，她是个小子。啊？那她是谁？她才是真正的包世荣。小路子，奴婢在。快50了吧？差不多了。这3名死囚应该已经押赴刑场了吧？哎。万岁，万岁！何事惊慌？回万岁，太后得了急症。小路子，前往仁寿宫。娘娘到。万岁。母后急症，正要前往仁寿宫，有事稍后再议吧。太后急症，臣妾应该去请安伺候啊。走。皇上驾到！叩见万岁爷。太后怎么样了？正在等着万岁爷。娘娘，你太后有旨，只让皇上一人进去，请娘娘稍等片刻。过来，快去跟庞太师说，太后单独召见皇上，事有蹊跷。快去。是。皇上驾到！是。母后，儿臣听说母后身体微恙，一听说就立刻赶过来了。哀家这儿疼，心口疼啊？那为什么不立刻招太医呢？哀家这病啊，任何太医都根治不了，只有你皇姐可以根治。啊？皇姐，怎么回事啊？万岁，冤枉啊！太爷，文大人，时辰已到，可以开刀问斩。来人呐！什么时辰？回大人，现在52刻。哦，廖大人，时间未到，还需再等一等。文大人，不就差1刻？今天这差事可不比寻常啊！早点完事儿，早点安稳。孙大人，朝廷法度森严，处决人犯需在53刻，岂能随便更改啊？文大人，夜长梦多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！时辰已到，开刀问斩！狗官，爷爷我还没有喝断头酒呢，站什么站？谁敢？三哥，我来了！大哥！你们都是过来！走，你们！鲁芳，点兵！老爷，朝廷的命官，你们要造反吗？啊！给我住手！这个怒放！点兵！
传朕口谕，快马加鞭赶到西市口，刀下留人，发回大理寺重审。谁也不许乱来！蒋平，走，盯死你我！疯了！怎么回事，老三？你抓他干什么？就是这个老四，他把孔老仙的方法告诉了别人，要不然我早就跑了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谁告诉你的？是他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是个坏人呐！他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坏人的话我不能听。徐三爷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是他俩告诉本官，本官如何知道用那些牛皮筋捆你？放你妈的屁！你要再胡说八道，蒋四爷今天一刀宰了你！蒋四爷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你既然是暗中陷害自己的兄弟，就要敢于承认，这才是大丈夫所为。我他妈现在就宰了你！干什么，蒋老四啊？要杀了，先把话问明白再杀。哎呀，什么时候先把你救出去再问行不行？为了我的清白，问清楚再宰。救出去再宰。问清楚再宰。救出去再宰。给我闭嘴！闭嘴！你们俩什么时候还讨论这个问题？万岁有旨。不放走一个反贼，弓箭手准备！不要放箭！不要放箭！不要放箭！你们要放箭的话，台上的2个大人都跟着休仪了。听见没有？不许放箭！谁敢放箭，我就先杀了这个太师的女婿！老四，为了我的清白，问清楚再杀。岳父大人，放不得！陆放，你身为朝廷的命官，胆大妄为。你知道私劫法场是什么罪？哈哈，文大人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！冤案！这个包世荣不是真的，他是假包世荣。起来吧你！大人冤枉！大人冤枉！小人真的不是包世荣，小人真的不是包世荣啊！你不是包世荣，为何那天在公堂之上满口供认？都是他们教小人的，大人。他们说事成之后赏小人一个县令当的，小人一时贪心，没想到这事成之后，他们就要杀小人灭口啊，大人！一派胡言！放箭！大人，放不得！住手！不许放箭！老师，俺来助你！求回！掌柜的！老师，老师！掌柜的！岳公子，包世荣进宫没有？已同包夫人进了皇宫。难道真是一桩冤案？上旨到，刀下留人。来，带真假包世荣。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都怪老臣无能，老臣无能啊！事到如今，只有娘娘去求告万岁，这样才能救我庞氏一族的性命啊！弄成这个样子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娘娘六宫独宠，只要娘娘去肯求告万岁，我想万岁一定会给娘娘这个面子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是皇亲国戚，咱们要是倒了霉，皇上他也没有面子呀。哎，弄成这个样子，唯一的办法也就只能跪求万岁去了。哎呀，竟然没把他给认出来，这群饭头！臣妾叩见万岁。起来，起来说话。万岁，你一定要给臣妾做主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万岁，
臣妾听说万岁要拿臣妾的父兄治罪，臣妾是实在忍不住才来叩见万岁的。臣妾并非祈求万岁偏袒庇护，只求万岁能够耐着性子听臣妾把话说完。这又是谁在那造谣生事啊？说朕要治你父兄的罪？难道万岁并无此事？这案子还没审完，事儿都没弄清楚呢，这就谣言风起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万岁，倘若这次臣妾的父兄真的被逼得有口莫辩，臣妾以后将何以为生？还有什么颜面留在这宫里陪嫁四君呢？爱妃放心，朕自会明察秋毫。就算他们说的是众口铄金，若没有铁一般的证据，朕也不会相信的，好吗？万岁，有的时候证据也可以是伪造的，而且可以伪造的天衣无缝，比真的还像真的。可是它假的毕竟是假的，假的就像是石头，它造的越像真的，它的分量越重，砸到脚上它只会越疼的。万岁！万岁，陈公公和文彦博求见。啊，爱妃，朕还有公事要议，你先回去，晚上到南清宫再说，行吗？万岁！听话嘛，臣妾告退。爱妃别走这边，你两个眼睛哭得像水蜜桃似的，让臣子看见了不好。走这边，听话。请他们进来。传文彦博、陈琳觐见。臣叩见皇上。两位爱卿，请起。谢皇上。看座。这真假包世荣一案审理的如何了？启奏万岁，都已审理清楚了。那个第一个就是假扮包世荣的人，是有人暗中策划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陷害包拯。臣带来了他的口供，请万岁御览。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并无确凿的证据说这就是庞太师从中怂恿策划的呀。那个找他假扮包世荣的人，打的就是庞太师的幌子。那也许他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市井无赖呢。这个臣不敢妄下结论。那这真包世荣呢？回万岁。那真包世荣是在中途被人救出的，具体是什么人所抓，关押在什么地方，押遣的人是不是庞国舅所派遣，暂时还没有人证物证。这一次，只是洗净了冤屈，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搬到庞家。都这般明显的事情，难道万岁还能公然袒护？就不怕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皆谈相议？如今是天下太平，人心只有在国难当头之时，才能显出它的分量。要说，您说万岁会如何处置您？眼下事情已经清楚了，恢复原职应该是铁定的。不过当下要紧的是要尽快的赶到陈州。包拯、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恢复包拯龙图阁大学士、开封府尹之职。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、徐庆五人
恢复御前六品带刀侍卫之职，钦此。参见相爷。陆方徐庆蒋平听令。 属下在，命你等速速赶往陈州，严密监视皇亲花园以及旁域的一切大小行动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钟爱卿，这是别有用心之人。 利用你二人平日之不和，挑拨离间，扰乱朝纲，以图坐收渔人之利。尔等还是别上了坏人的当。万岁，臣有眼无珠，不动脑子，上了坏人的当啊！做出了令亲者痛，仇者快之事。以后臣要吸取教训，多做思忖，反复考量，绝不做。 蠢事了，你呀，今后得多长点心眼儿了。万岁教诲，臣定终生铭记。包爱卿，臣在。这次你是受委屈了，不过朕不得不说你们两个了。有道是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们两个是朕平日最为倚重的肱骨大臣，可你们素来。 互相之间就有间隙，这是被别人所利用了。今后可得好自为之。万岁圣明。家和万事兴，国安享太平，这道理你们应该比谁都清楚。朕说多了也累，你们自己好好想想。是，臣谨遵圣谕。退朝。 退朝！恭祝万岁！皇上驾到！叩见万岁爷。这是什么？回万岁爷，是米糠。米糠干什么用的？太后有旨，从今日起，每天只吃2顿米糠粽子。抬走，抬走。是。 肯定就是包拯怂恿太后，她也像上次一样，逼您同意她去陈州。这叫苦苦菜，味道有点清苦，但是因为它漫山遍野的。 到处的生长，采之不尽，加上它又有清热去火的功效，哀家当年寒窑避难的时候，吃的最多的就是它了。皇上驾到！对，这些是什么呀？摘野菜呢。 野菜？哪来这么多野菜呀？御花园呢？御花园里有野菜？野菜，也就是野草。皇上平日看多了，牡丹、芍药、春兰、秋菊，哪会注意这些不起眼的野草啊？可在那些灾民的眼里，它们都是救命的粮食啊！ 是，母后说的极是啊。儿臣今后不应该只去关注那些牡丹芍药，也应该多注意这些野花野草了。你不在前面公务，跑到后宫来干什么？啊，儿臣今日来，一是为了向母后请安，二呢是有件事想向母后禀告。什么事儿啊？还
才值得跟我这个老太婆通报啊？母后，是儿臣想立即派遣包拯前往陈州赈灾，在临行之前，还想问母后，还有什么事儿想要吩咐的？皇上，你可不是又让我空欢喜一场吧？哎呀，母后，儿臣就算敢哄天哄地哄鬼神，也不敢哄母后啊。哎，这次啊，要不是闹那个假包世荣案的话，这包拯可能早就已经从陈州赈灾班师回朝了。这又过了多少日子呀？陈州的灾民不知道又死了多少。唉，皇上，他们可都是你的子民呐。小婿是这么想的，岳父大人您大难不死，那是必有后福啊！老夫是谁呀？啊，是当今万岁的岳丈，谁能把我其奈何哉？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这我说过多少次了啊？怎么总是这副模样啊？就是天真的塌下来，也砸不到你太爷头上。是太爷。这宫里娘娘派人来报信，说万岁已经下旨让包拯赶赴陈州啊！去往陈州？你没听错？小的绝对不会听错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命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为钦差大臣。3日内离京赶赴陈州，缉拿侵犯白玉堂、沈仲元等贼，赐尚方宝剑1柄，代朕行使赏罚大权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大人请起。包大人呢？包大人呐，此次前往陈州，可不能辜负了太后那一筐粗糠和一桌的野菜呀。陈包拯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一次，朕派包拯到陈州去，目的跟上回是一样的，只是去缉拿白玉堂和沈仲元。万岁，那包拯一直对臣妾的兄长虎视眈眈，臣妾担心。他此次去陈州，不会全力缉拿白玉堂，而是会对臣妾的兄长寻衅滋事。你就放心吧，朕看过很多奏折，庞国舅在陈州做事进退有据，十分稳妥，不仅带领陈州灾民顺利地度过了3年天灾，而且还把那儿恢复得比从前更要繁荣兴旺。朕派去的视察的官员回来都对他褒奖有加呀。就算是包拯对他有报复之心，恐怕也没报复的机会吧。可是万岁，任何官差把差事做得再好，都难免有些微瑕疵。可那包拯是出了名的吹毛求疵的刻薄人，臣妾担心呢，他要是抓住一根牛毛啊，就能带出9头牛的不是来。那也得先有牛毛才行，没有牛毛，你上哪儿去找出这9头牛啊？不行，月儿绝不能落在包拯的手里。岳父大人莫慌，越是这紧要关头，越不能落了《孙子兵法》里的那一计。36计，走为上。只是要想好，往哪儿走。我倒想了一个好去处，这个地方对朝廷来说绝对是鞭长莫及。
沙王府。赵觉，多年来，赵觉一直以为他的父亲赵光美是被太祖皇帝害死的，因此一直怀恨在心。在长沙，他也学着战国四公子的模样，网罗门客，招贤纳士，培育自己的党羽。听说他又网罗了洞庭湖18寨的水寇，还有各地苗洞的山贼，加上以前依附的衡山、九江的贼寇，赵觉已经形成了一股完全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吾辈力量。是的，赵觉之心，如同司马昭之心，那是路人皆知。近年来，常有大臣参奏长沙王谋反，可是圣上一直是置若罔闻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小婿不知，请岳父大人明示。当今万岁自登基以来，一直倡导以仁孝治天下。不管怎么说，赵觉也是他的皇叔，在赵觉没有公开造反之前，圣上是绝不会抢先动手的，以免背上不仁不孝的恶名。这万岁也是，其实他心里呀是日夜盼望着那赵觉能抱病而亡的。最为要紧的是，圣上十分忌惮当年的传言。什么传言？当年太祖皇帝曾经当着众多大臣的面多次说过，他的四弟赵光美治国能力比他强上10倍，心机十分明显。就是说，在他100年之后，要将大位传给他的四弟赵光美。可惜听说赵光美心胸不宽，在征讨西夏的争辩中，太祖皇帝指责了他的不同见解，他呢，一怒之下负气自杀。所以，太祖皇帝一直认为此事是他的过失，对赵光美心存愧疚，连当今万岁也有同感。也就是说，当今万岁对赵光美的儿子赵觉也心怀内疚。是啊，如果赵光美不死，接替太祖皇位的就不是当今万岁的祖父赵光义，而是赵光美。当今的万岁也做不了皇帝，做皇帝的是赵觉。那这么说来，当今万岁是白捡了一个皇帝来做的。当年正是因为赵光美征讨西夏时接受了西夏邦的投降，使西夏避免了一场浩劫。所以在西夏内，不论是君王还是百姓，莫不把赵光美奉为大恩人，48节焚香礼拜。小婿明白了。如果万岁出兵征讨长沙王，那西夏必将营救。再加上东北的辽趁机捣乱，那万岁的龙椅就有顷刻被掀翻的危险呐。所以万岁对赵觉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只好摆出一副仁孝的样子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于是乎，赵觉就有点肆无忌惮了。为了壮大自家势力，对朝中大臣引诱拉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庞国舅前往长沙，那也必将会受到重用。是啊，让玉儿去长沙是最好的一步棋。依小婿想来，那长沙王肯定以为，如果能拉拢到岳父大人您的庞氏家族，就相当于拉拢到了半个朝廷。这长沙王半夜睡觉都会笑醒过来。可是，请直言。这庞国舅前往长沙，如果让万岁知道，这会不会对岳父大人您？即使万岁他有气，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呀。万岁对长沙王是无可奈何，可要是为难岳父大人您，也还是有可能的。小婿不必多虑。所谓审时度势，就是抓住万岁担心长沙王翻脸的心思，在长沙王
和万岁之间从中协调。你想想，一边是万岁，一边是长沙王，是不是都要倚重老夫啊？小婿对岳父大人那是高山仰止啊！过去啊！沈教头，你没事的时候跟张翰他们说说啊，人都死了，就不要去山东了。就是嘛，国舅爷放心，我会多劝劝张翰啊。好。事成之后啊，必有重谢啊！呀，国舅爷哪里的话呀，应该的啊！哎，对了，国舅爷，小的掐指一算，二管家是不是应该回陈州了？对呀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，但愿他。老爷，庞望他说呀，来了个张翰都变结巴了。他回来了。老爷，怎么了？老爷，谁干的？都是白玉堂那个小杂种啊！老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真的？我让你护送的人呢？啊！我让你护送的人呢？被白玉堂那个破小子抢走了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老爷，哎呀！老爷，信总，来，搀进去，快去，信总，信总，哎，岳公子，你说说，现在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和老五他们取得上联系？要我说，你们这个五爷啊，年龄不大，架子可倒是不小，整天昂着脖子，板着脸，就像一只喝了酒的大公鸡。太不像话了！哎，这个老吴啊，哎，我好歹也是他的大哥呢，从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太不像话了！要不然，大哥，咱们先跟沈仲元联系联系。啊，那辛苦你去一趟。好啊，我和月华一起去。哎，要去你自己去，干嘛拉上我呀？我这一个人去，我没主意的时候好找个人商量商量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扮成一个道士，我扮什么呀？扮道童啊？不扮道士，你也用不着扮道童，我们可以扮商人。我们扮商人。就你？商人。